個就蘇格蘭嘅攻勢咧，都有幾啲米線㗎嚇。變咗咧就係海地嘅球門球啊！咁啊，今屆嘅世界盃就有好多例啦嚇，就轉咗啦嚇，或者係加強咗啦，可以話係啊。所以咧就喺個拖延時間嗰度咧，執得都幾遲嘅，特別係球門球啦，或者係界外球啊嚇。所以咧就呢方面咧，球員都要適應下先得㗎。咁尤其領先緊咧，球證就更加容易會數秒啦，即係避免你拖延時間嘅。咁啊，同埋插水都要留意住啊！即係若然你插水博到黃牌咧，睇翻 VAR 咧，而家係有機會推翻。咁啊，琴晚就試過啦嚇，美國對住巴拉圭嗰場比賽，咁啊球證就俾錯牌，咁啊本來就俾防守個方犯規啦嚇，點知咧就睇翻咧就係原來 VAR 覺得咧就話原來係攻方插水嘅話，咁跟住咧就反而咧就改咗個黃牌就俾翻官方攞嘅，所以咧就今屆嘅執法方面咧就嗰啲球例上咧就可能就再嚴格啲啦嚇，咁啊啲球員都要自己要小心啲啦嚇，因為始終有 VAR 會協助咧。好多時咧就球證睇唔到嘅嘢咧 ，VAR 都會咧睇到複核翻，話翻俾球證聽。所以咧就球員喺球場上面嗰啲行為都要小心啲。好啦，蘇格蘭嘅攻勢，呢個嚟左手邊，我個神地光一嚟底下漏咗，唔緊要，後面仲有個阿當斯俾完隊友即刻俾翻佢啊，再俾翻羅伯神一個。